Hello，我係 Neil。近呢幾年咧，越嚟越多嘅香港人開始認真研究一件事：退休之後要去邊度養老？尤其大灣區啦，深圳太快節奏，廣州咧又太大，珠海舒服嘅，中山嘅生活成本比較低。好多人睇下睇下咧，就開始真正考慮要唔要提前過嚟養老。但係問題係咧，好多人一開始連養老模式都未搞清楚嘅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唔單止帶大家睇養老院，而係帶大家真正理解依家嘅大灣區究竟有邊啲養老嘅方式，邊一種會比較適合你。首先第一種就係傳統嘅養老院啦，呢個係大家最熟悉嘅模式。簡單理解就係集中照顧，長者住喺入邊，有人負責飲食、清潔、基本嘅照顧，好多仔女會覺得放心嘅。尤其如果係老人家年紀比較大，行動不便，或者屋企人長期唔喺身邊。而家大灣區有好多傳統嘅養老院，其實硬件呢就比以前好咗好多，唔再係大家印象中嗰種好舊、好壓抑嘅感覺。有啲房間呢，有啲已經似酒店㗎喇，兩人房、單人房、護理房都有，仲有活動區啦、康復區啦、飯堂啦。但係核心嘅問題其實一直冇變，佢偏向於被照顧，而唔係真正嘅生活。每日幾點鐘起身，幾點食飯，幾點活動，整個生活節奏其實係統一管理。好多啱啱退休、身體仲係好健康嘅香港人呢，住幾日就開始唔習慣㗎喇，因為佢哋仲有好強嘅生活能力，仲想出去飲茶啦、買餸啦、見朋友啦、周圍走啦。呢個時候佢哋會開始發現自己真正需要嘅唔一定係照顧，而係適合退休嘅環境。第二種呢，就係高端嘅養老社區啦。呢幾年係非常之火爆嘅，尤其深圳、廣州、珠海、中山都開始出現好多大型嘅養老社區。呢種地方呢，就唔似傳統嘅養老院，更加似退休嘅生活小鎮。入邊有餐廳、健身房、書法室、電影院、棋牌室，甚至有啲係有湖景、公園、溫泉。好多人第一次去呢，都會覺得震驚嘅。原來依家啲養老院呢，已經高級成咁噶啦，而且佢強調嘅唔係照顧，而係退休生活品質。每日都有人組織活動，唱歌、旅行、書法、太極、社交。好多長者住入去之後呢，比退休前仲要忙啊！但係問題都慢慢出現噶啦。第一，費用唔低嘅，好多高端嘅養老社區每個月嘅支出其實好高。第二，更加重要嘅一點就係，好多並唔係你嘅資產，你交嘅係入住費、管理費、服務費，但係層樓呢、間屋呢，未必屬於你。好多香港朋友計完條數之後會發現，10幾20年落嚟使嘅錢其實唔少嘅，但最終冇留低任何嘅物業資產。於是好多人開始轉變思路啦。有第三種醫養結合型嘅養老，呢一類呢，依家都係好熱門嘅，因為好多人真正擔心嘅唔係住得靚唔靚，而係萬一身體有事點算。所以依家好多嘅養老機構呢，都主打醫療資源，有啲旁邊就係大型醫院啦，有啲本身就有診所、康復中心啦，甚至有24小時健康監測。尤其大灣區依家嘅醫療進步好快，好似中山、廣州、深圳好多三甲醫院水平已經係好成熟㗎喇。對好多香港長者嚟講呢，呢一點係非常有吸引力嘅。但同時，許多人參觀完之後呢，會有同一種感覺，安全感有啦，但係唔似屋企，因為醫養型機構本質上仲係偏護理。對真正仲健康有行動能力嘅人嚟講呢，會感覺自己好似太早進入咗晚年狀態。於是依家越嚟越多人開始揀第四種模式，亦即係近年
大灣區最真實、最普遍嘅一個趨勢，買樓、居家養老。好多香港朋友原本係上嚟大灣區睇養老院嘅，但係睇咗一圈之後呢，最後反而決定直接喺大灣區買層樓。原因好簡單嘅，依家好多大灣區嘅城市呢已經具備成熟退休生活條件，生活節奏慢啦，消費低啦，空間又比一線城市闊落，空氣又舒服，而且交通越嚟越方便。好多香港朋友早上可以返香港辦事，下晝晚黑可以返到內地自己屋企。更加重要嘅一點係咩？自由感。你有自己嘅屋企，自己嘅廚房，自己嘅生活節奏。你想飲茶就飲茶，想散步就散步。朋友嚟咗有得住，仔女嚟咗都方便。而且依家好多新嘅屋苑呢，本身就係好適合退休嘅。電梯樓啦，大型嘅園林啦，成個公園咁。樓下有商場，有醫院，無論係三甲醫院又或者社區嘅診所，而且又有公園，甚至乎有啲社區入邊有超過一半都係香港業主，大家同聲同氣。好多人真正搬過嚟之後先發現，原來退休最舒服嘅狀態唔係日日有人照顧啊，而係自己仲可以 handle 到自己嘅生活。真正需要醫療嘅時候，附近有醫院；需要照顧嘅時候，可以銜接埋養老服務。家政公司大把，呢種模式依家正喺度變成好多港人嘅主流選擇。最後咧，我想講句，養老從來都唔係單純去揀養老院，而係揀緊你未來10年、20年嘅生活方式。有些人呢，佢係適合機構照顧嘅；有一些人呢，佢係適合高端社區；有一些人呢，更加適合提前買樓，建立自己嘅退休生活圈。而大灣區依家最大嘅吸引力，其實唔單單只係平，而係佢開始真正具備等我哋慢慢變老、舒服生活嘅條件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大灣區邊個城市最適合港人退休，邊啲屋苑最適合養老自住，以及依家香港人喺內地入住養老院又或者買樓嘅最新政策，可以關注我，我繼續帶你用最真實、客觀嘅角度睇清楚大灣區嘅養老生活。我係 Neil，我哋下期再傾過啊！